每一日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9月29，咱要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到第3节。关系这5项的物，咱知咱拢有知识。其实知识会互人骄傲，不过听心会造就人。家己讲有知识的，实际上应该知的，伊也毋知。人若听上帝，伊是上帝所捌的人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关系到食祭祀、祭物这件代志，就是拜偶像了后才会食物。有的人有知识，知影讲食的拢袂影响人，因为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食嘛无要紧，无食嘛无啥物损害。总是人若用这个知识食做家己的骄傲的时，就无法度造就人，反倒转会互人受到损害。所以无论对伫拜偶像的物，食也是无食，其实拢无损。要紧的是，你食这个物会对伫遐个信心软弱的有啥物款的影响？如果你食这个物会互因跋倒，那安尼咱宁可无食，因为无论食也是无食，拢应该是出于听心来做。所以有知识的无一定有智慧，有知识的若是互人骄傲，就咱无应该安尼去做，就咱应该用听心来互人得到帮赞甲利益，愿主帮赞咱，互咱有智慧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